对7月开始，这新竹县的关西夜市啊，大头就会搁再提供用100条平地碗池，会改用环保餐具，而且民众若准家己炸物件内底，店家会当续5块互你，或者是互人客较大份的。希望大家做回来做环保，减少粪扫。香港的牛排、有蚵仔煎、臭豆腐，看起来实在有够好食。新竹县关西夜市啊，7月开始摊上全面改换环保餐区。有人支持，有人烦恼，环保餐区无够卫生。会有些疑虑。怎么会有疑虑？就是不耐高温的啊，这些的。会担心卫生问题吗？也是会担心，因为以往我们的一些餐具都是一次性的使用，那么对客人来讲是不是比较方便啊？但是对于环境来讲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友善。环保局指出，夜市用的拢是安全合格的餐区，也鼓励民众家己炸环保容器来夜市啊。若是家己炸，摊商各会减5块，也是物件加量。民众只要自备循环容器来我们关西夜市里面的33个店家，那有些店家他会给你就是折扣的优惠，5元折扣的优惠，那有些是会给你增量的优惠。除了减用一改性的餐区，也希望夜市会当减用塑胶盒啊，所以现场也有准备二手袋啊，让民众免费使用。新竹县自4年前开始，陆续针对各乡镇以及内湾、台北等商圈，推广摊商使用环保餐区，鼓励大家用行动做伙守护地球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